谢主让我们在主日圣来到主日的敬拜，特别这个成功，在让我们可以在弟兄里面敬拜上做时间力量，因为今天早上的聚会上帝掌权，你的荣光所在当中，让我们的敬拜成为心上的地，从你中接纳，祷告靠主的国。咱个5分的时间吼，咱安静咱的心，咱来注意咱的手机啊，若是慢慢加关掉震动，还是加关机吼，莫影响咱伫礼拜中的点数安尼。各位兄弟平安，今日是母亲节，咱真欢喜会当到伫主的圣殿来敬拜。只是请咱用虔诚甲安静的心来准备心来今日的开始来做礼拜，请作业。
换上帝好好三角徛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安乐。这通比平迄个贵气的油，滴伫头壳顶，流到喙鬚，就是阿伦的喙鬚，搁流到伊的衫仔前，也通比平乌门的露水，落伫锡安遮的山，因为伫遐耶和华有调着赐福，就是永远的原名。这是请敬拜团来传咱来赞美。感谢主，搁一届咱甲正天使、正圣徒三甲伫空中伫永恒中来敬拜吼。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那他要我们常在他的爱里，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一样。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站立，我们一同用这首《咱拢诚做一家人》来享用在地的了解。咱拢诚做一家人，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诚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诚做圣，因为耶稣的降冕，因为耶稣咱有国外的人生，向你向受主我名，欢喜给咱的主听，因为耶稣丰富善要主属定，用华语。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欢唱，或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因着耶稣，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欢唱，我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感谢主主耶稣说他拣选了我们，并且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叫我们的果子长存当我们在合一中我们彼此相爱，并且在喜乐中见证主恩，这就是我们为主所结的果子。我们继续用感谢的心来敬拜，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像树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低谷主动反复，相信就能蒙福。
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从头再唱一次，常常喜乐，向主爱歌，不论环境如何，留在我的无助的痛苦，相信主能蒙福。悄悄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流泪洒中的欢呼声歌，相信主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谢谢主，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咱有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上帝无生囝，咱的主一直现形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宾州比拉多林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罗永武。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着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现神，我是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复活，永活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刻印，由我来刻咱来印。你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的家讲，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我伫危急的中间求救耶和华。我有耶和华伊甲我伫地，我就无惊。就甲我开义的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我来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师傅所起誓的石，已经成做出到头的石。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你。耶和华，但求你拯救。
耶和华的名来，应该得到福气。你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这是咱当心来祈祷。听了阮主安感谢主你的恩典。伫今日母亲节，你引带阮来到伫主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你。你是所有活命的主。你通过妈妈伊的疼，甲伊的付出，还体谅着主你的恩典，甲你的疼。求主，你祝福伫每一位妈妈，伊的身心灵拢得到健康甲平安。互伊的疼甲付出，拢会当成做阮的恩典。求主，你也看过因伫做妈妈的过程。阮知影有劳苦的时阵，求主你互因力量；伫咧软弱的时阵，求主你扶持因，互因看到你的疼甲你的恩典伫伊的身躯顶。求主你也纪念因所做的工。只是你也特别看顾阮每一个人的人生，照顾阮的脚步，互阮伫通过阮的聚会、祈祷。阮的小组的分享，会当体谅着主你的话，会当阮伫所行所讲，拢会当来祝福别人，荣耀主的名。阮若伫即个所在有当阮的身躯的软弱，也是精神软弱的，求主你的话也来安慰伊，互伊坚固因的信仰，伫上软弱、上困难的时阵。体谅着主你的疼，甲你的恩典，只是你的灵也运转伫即个圣会，通过王牧师的嘴，讲出你的甲阮讲的话，互你的话成做阮日常生活的力量。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咱请伴奏团来甲咱献诗，已经有2条，第一条是咱来。踮伫世间，甲我做基督的边顶。
咱头拄仔看敬拜团啊，伴奏团吼，有一个新的朋友有看到无？袂相接啦吼，咱社区班的朋友，真欢迎你。好，请坐。来，即时咱看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15章第90到17节，由我来替咱来看。我有听你，亲像病有听我，你着踮伫我的听。你若守我的诫命，就要踮伫我的听，亲像我有守我的有守我的爸的诫命，踮伫伊的听。我已经用这来甲恁讲，要互我的欢喜踮伫你，也互你的欢喜满满。你着相听，亲像我有听你，这是我的命令。人为着朋友献性命，听无比这个搁较大的。你若惊我所命令你的，就是我的朋友。打了后，我无叫你做奴仆，因为奴仆毋知伊的主人咧所行。若是我已经叫你做朋友，因为我对爸所听见的，拢有甲你讲。毋是你见我，是我见你，搁设立你，互你去结果子，搁互你的果子久长伫地，互你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什么，伊就互你。我用这命令你，是要互你相听。这是咱请吴牧师来进度，今日的主题是心存喜乐，彼此相听。请吴牧师。另外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伫咱虽然咱教会节期无甲即个母亲节放伫咱的教会节期啦吼，但是即个节期是对教会开始，所以伫咱特别是伫咱台湾的即个社会，基督教会影响除了医疗教育以外伫文化上、生活上的影响，圣诞节已经是免讲是较商业化。但是呢，母亲节是一个真典型的代表，咱教会我们教会在影响台湾社会的文化生活层面，这个层面，这个母亲节是由教会所发起的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教会在办这个母亲节，外面人还不觉得这个是什么，我看人家唔知影讲咱咧办什么活动啦过来都是真荣会那个康乃馨所以他们会觉得很奇怪。不过经过多年以后，咱台湾社会，我们台湾社会已经接受教会由教会来推转的这个对母亲的这个敬意表达所以首先要先向在场的各位妈妈这个愿主的平安这个喜乐常与你们同在，让你们可以走这一条上帝所赋予你们上帝所赋予恁这个托付恁在座每一个妈妈这个伟大的使命就是将这个上帝的听来完完整整来表达传达在我们的这个生命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那所以我们基督教会在这个节庆的这个过程我常常说我们要影响台湾社会不太容易啦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自己有一群这个教会的聚会是很热闹啦，那边很多人的感觉但是你走出去就很难很难去影响这个价值观、生活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如果今天我们教会可以影响台湾社会很容易的话，我的意思说这个已经有效应的话，今天台湾社会不会是这样子的不过很有趣我们还是有机会那是有机会啦，我们还是有机会。所以母亲节这个推展渐渐在台湾大家已经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常生活一个这个生命的表达就是家庭特别是家庭的这个生活所以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现在是朝向这个圣灵降临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节庆下个礼拜是耶稣升天的这个纪念日他复活后40天他也是跟
他的这个学生，还有他的这个跟随者呢，鼓励他们不要丧志这个他已经复活了，然后呢要离开他们但是不要因为他的离开而失去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圣灵保惠师会跟他们同在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圣灵同在的保惠师同在的这个时期，我们也是继续在走这条路所以接下去我们就会有一个很长的圣灵同在，陪伴我们走日常生活的生命道路。我相信每一位妈妈在领受有这样的一个上帝的生命主耶稣的这个他的慈爱在心中的每一位妈妈，她这一条路走起来虽然很艰辛，很多挑战，但是呢，一样会走得很美善、很踏实的。那我们每一位不是妈妈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要在这个同样的基础上，那么是赶快在这个共一个基础顶面，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搁活的疼。咱在这个基础，才袂去受到环境的变迁，人为的这种因素影响之下，这个改变我们的心智啦，所以这条路妈妈行了真辛苦，行了有意义无？但是上帝的疼，上帝的爱陪伴走，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条信仰生命的操练，领受这个信仰，要用在生活上，每一天的这种生活上，心思意念都要能够靠这个信仰来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想这样的信仰才是有意义的啦那无这个信仰，敢若是一个暂时久的，一个敢若亲像麻醉药、麻灰这样子，这种信仰就不需要的啦因为现在坊间还有很多其他的麻醉药，就是寻乐的这种方式，可以比我们这个还更有效，而且更方便你都不用什么太多付出，你就可以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既然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信仰当作是我们生命的最重要的生命动力来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要把它走得更有意义。所以这个爱字这是中文字，我今天不要来跟大家上中文课了，我们不是在上中文课这个爱的拆解很简单，就是几个要字心心，然后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加在一起，心要有心啦你要有心你做事都是这个无心当然犯错我们常常就用无心之过嘛。为什么？你要有心思意念，要有放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跟人之间这个爱的建立的最基本的道理是在这里我跟你，你跟我嘛然后呢心，而不是只有一个形式上的，不是这形式上的我给你点头问好，但是我心根本就无放在你，无不在意你这个是不是爱的所以爱最简单的意涵是在这里。实际上我们当然说那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爱呢就更比较广义一点更多层面可能我们有很多机会听过。第一个当然是我们最基本的，我想要我的情欲，我感觉喜欢。然后呢兄弟姐妹、兄弟姐妹、朋友之间的友情、亲情再来的付出所以妈妈就是有这部分的最重要的典现有这个付出分享的这个爱。那这个三个不是说切开，就是说只有你才有这个人，我们都有这三个可能性嘛，对不对？那你要用什么来支撑你可以走得更长远咱这条路要怎样走更长，我们要怎么走？所以我们常常要想的是说，我做这个事情能够可以持续稳健做下去，对我才有益处首先是这样想。所以我常常想说，我这个信仰对你来讲有什么好处吗？有什么帮助那不是说有只有让我三餐不会饿肚子，或者说风调雨顺。你不是只有一个人在这个孤岛上生活你还有其他的人你要面对你有你的同事，你有亲人你自己的家人，对不对？这个整个这个生活是纠葛在一起，那你要怎么走得可以很踏实？你要走得真踏实你复杂的社会能够爱，所以其他的宗教像佛教最常讲，人生是苦海，人生是苦海。为什么？因为很复杂嘛
很多事情你要怎么去让他心思可以很正直的去走，你的想常常会受到影响。啊，这受影响下就烦的，对吧？基督徒嘛，赶快，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啊。你这个信仰怎么让你走的心很轻？心本来也常轻，你的心怎么轻？然后呢，常常要说跟人家讲说，我常常喜乐，靠主得胜。这个靠主得胜唱的有没有踏实？你刚好唱，所以你要看你边的人，你讲，你真有靠主得胜，常常喜乐吗？还是说，其实我今麦来了，我心要够足有准的，我够有什么烦恼的代志哦？所以我常常跟阮牧师娘讲哦，爱困会好啦，哦，真正爱靠主困会好，所以问题在这里，所以我们这个3个爱在希腊文里面涵盖这3个，就是我们圣经在讲爱的时候，你就常常要想到这个。我们读圣经我们在读圣经，耶稣爱，对我爱，彼此之间的爱。就这3个层面是结合在一起，没有切割的啦。但是什么是让这个爱可以极致最完全的表现？就是要分享、牺牲的、付出的爱嘛。好，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啦哈，咱基督徒。当然，咱讲一般社会咧，来，这咱台湾，咱讲用迄个道德标准，这孔子讲的、孟子讲的，杀身成仁，哇！但是问题是啊，你要怎做得到？你怎么做得到？我们常常讲说道德标准，听起来大家拢足敢讲的嘛，对吧？杀身成仁，请你告诉我怎么做得到？好，那我们就想说，有很多方式啊，你们来做人，你要做人处事要能够做得行得正啊，这个让人家觉得你不会偷鸡摸狗做坏事。来，传统社会、传统社会的提醒，内在道德良知嘛，你讲拢内在啊，这道德良知是你家己的嘛。你要有良心啊，你要有良知啊，做人处事要有良知啊，是啊，所以传统社会就讲，你举头三尺有神明啦，人咧做天咧看啦。我跟你讲，你即摆咧，现在你这句话去甲少年讲，伊咧插你。即摆人上来甲你听讲什么？额头3尺有神明，神明在哪里啊？在我心嘛。好，这个是传统社会。过去有影响吗？有啊。那过去社会，我在读那个宣教师的书信报告。我退休比较多时间，就没事无代志就去编那个宣教书来台湾的时，伊去台湾社会咧看，伊就讲的是点，有咱台湾人为什么无法度讲没有办法很容易？那个时候了19世纪的时候，没有办法很容易来信耶稣，除了这个什么祖先牌位的问题，新名，咱来拄偶像呢？讲到这，大家拢惊要死的，惊要死。那个时候有一定效应影响，是举头三尺有神明。那现在，请你告诉我，现代社会是怎样？那东西软弱的人嘛，我们是软弱人，举头三尺有监视器，今嘛变成呢？你要街头行卫。那以前不能随便跟我偷窥我的私人生活。现在说里长要多装几只因为我孩子回来晚上那个巷口很暗，这样子才可以确保他们安全。我没关系，你多照几张没关系。我儿子或是我女儿跟人家牵手交男朋友女朋友，在那边亲我被拍到都没关系。好，这个是现代社会的另外一个写照。举头三尺有名，人在做天在看。道德良知在你心，请你告诉我你怎么做得到？咱是让他做得到，这是咱基督徒所面对的，另外嘛是咱的问题。那么常常讲，靠我自己做得到，我有较高，我有那么厉害吗？所以我们不是在展现我们的好跟能力，而是在想到是第一个要先想到是说，我如何能够做得到，对不对？我们常常就看的都是结果嘛。所以我们教会盖起来说，哇，大家都叫欢喜，对，哇，不错。那边想到说，这个不错要怎么继续下去？那这个好要怎么继续下去？是要想到这个，因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了。今天不是只有说一时做那个什么淡江大桥剪彩老这，就说来讲交通安全，对吗？未开始就已经差到要歪腰起来，对吧？就想到说，一座桥盖得那么漂亮，是要能够带给大家方便、安全嘛。
一样，我们在做我们的很多事情的时候，教会的事工也是啊，不是做一时的一个短暂的感觉，说又好像有，而是要想到说一条很长的路啊，漫长的人生道路。一样啊，我们教会也是世世代代在传递的时候，今天我们切割下来，以北部教会来看，156年，156年有多长吗？没有啊，但是你就觉得很长嘛，因为我们都在看很短的事啊，手机一滑滑滑，你就觉得说这样有效益吗？有啊，这个好啊，这个才是对的，还是讲好，敢是安尼？你自己想啊卖，我今年65岁，行65年的这个人生。唔知上帝要给我偌济，但是我逐工咧行，想讲，我想讲我行65万呢，我行65万呢。你在座咱佫较侪，咱的这长辈90个，我想讲90。你头前佫偌久，唔知，但是你是安怎行过这90年？你如何走过这90年？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年轻，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走20年、30年，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太好了！你看事情做了那么多，是。这个过程当中，你到底你的道德良知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你有没有迷失掉？所以我们在这个心灵需求的依据啊，我们都很熟悉用自己的，咱用自己的方式来找咱自己的人生的。所以这个信仰要怎么成为跟你的寻求就是符合到？这是我们要常常去注意到的。我们在找，咱自己拢在找嘛，咱有自己的兴趣啊。那我自己想要做的啊，咱对上帝安尼收到的，我们从上帝那边领受到的，我们就常常就会把它做我们自己的使用嘛，对啊，没有错。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嘛，对，是没有错。那这个中心的关键，甲主上帝想做你的这所有的好，你就开始用嘛。但是在用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思意念，你自己用你自己的想法，是赢过上帝的意思不？就超过上帝的意思吗？不是，你常常都不会。我一定照上帝的意思，我绝对无私心的，我一定要顺传，我一定会这个全然照主的这个教导，我来好好的应用我所领受到的财富，我的知识，我的权位，你看教会，如果今天的好，如果说。这个牧师跟大家分享说，这个理想上或是教导上是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有没有这样子你就会说举例 ，A 教会 B 教会 A 牧师 B 牧师 A 信徒 B 信徒，你就开始跟我数落给我听了，一定的罗列出来，不胜枚举包括牧师我自己家里，我那个太太，我那个先生不讲了，所以。我们都用自己的熟悉的心灵地图带给你是安全吗？你觉得是的，因为都很短暂的需求的时候，你就觉得无人教外艺术，你什么时阵的没送，你什么时候会觉得不爽？就是没有办法照你的意思的时候，你就会不爽。我也常常会遇到是找不到东西的时候，我就开始骂，就数落师母说：“你为什么把东西乱收？”结果就自己刚才放在这个随手放在那个什么餐桌上，眼镜找不到就说师母，是什么时候你会不爽？就是你自己觉得不能够照你的意思的时候，你就会不高兴了。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复杂，很多想法，对，是。那你也找你自己的想要，什么时候你可以回来真正说主啊，你带我走，好，这个问题就来了。我们基督也遇到，我们遇到这个心灵要如何能够安全。今天秘诀在这里，这是耶稣教导他的学生带给他们的一个应许说你要怎么样过得好，过得安稳的秘诀就在这里，就是要跟主耶稣基督连结嘛。所以基督徒的善行，那个做善事的来源，就是因为我们领受到耶稣基督爱我们，他看到我们在彷徨无助。用自己的放大镜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他就来，你来跟我嘛，我帮你开一条新的道路你跟我走就可以走得很踏实。这个踏实呢，不会受到外在环境变迁影响。所以保罗为什么可以说得出，或是富足，或是贫穷？我们不喜欢贫穷嘛，扣地也无钱，真歹过生活。
我就要退休上班对吧？哎，是我退休了，我就觉得好像一下子突然从云端掉到那个低谷啊，一个月领那个月退年金才几万块，那怎么过？是不是？但是保罗为什么说的是或是富足，或是贫穷，我都能够这样靠着？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一个口号啊，这就是一个指引，是一个生命的操练，来源就在这里。基督的三心就是要跟主耶稣能够连接。那凭什么？我们凭什么跟主耶稣？是主耶稣要我们啦，耶稣要爱你啦，给你抓回来讲。你这个迷失的羊嘛，迷失的羊嘛，你这个在外面那边绕来绕去的人，来进来，跟我一起同桌啊！我们有没有回应？有，感谢主，我们这一群人哦，有回应主的呼召了。哦，咱这群人有回应上帝的呼召，咱就来吃道，哦，吃这个喜宴，上帝喜宴。所以耶稣叫你来，是你有入来。哦，啊，彼得、雅各因有跟随了，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跟随了。所以遵守主的命令，那么对，我们要跟随，成为耶稣的好朋友，耶稣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要遵守主耶稣的命令。哦，那就不爱人命令哎，我们不喜欢被人家叫你做什么事嘛，对。但是唯有这个事情，唯有这件事情，你不照他的意思做，你就没有办法过得平安喜乐啦。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认清事实的一个选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回应主的呼召，但回应主的呼召，就要认清楚这项代志，莫搁甲上帝伫遐咧，对吧？摇八叉伫遐咧讲啊，你安尼要求我，你这个要求我，这样太过分了。我们要跟他讲说，那我应该要怎么样继续可以持续做得好？主教导我，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这样的一个祷告啊，这样的呼求啊，还是说，哎，没问题，我打包票，我来做耶稣基督的先，我会通做啊真好势。咱要注意到，好，遵守主的命令，这个是一个要诀啦。我们要很心思意念要能够真正的来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遵主的命令，遵守。才有机会喜乐满意嘛，喜乐满意，因为你会过得很踏实，你不会这样。刚才讲，你就不会在那边满足自己，想要自己，而是从主耶稣的角度去，很多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什么是够了？如果用我的心思意念，永远不够。但是主耶稣的是说，反倒叫你要去跟人家分享。我自己拿都不够了，还要跟人家分享，哎。当你能够学着耶稣这样子过你的生活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施比受更为有福，你才有机会去体会到，对，啊，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生命的操练啊，信仰的操练。所以基督徒永远不会只是在关起门在自己教会里面自嗨的，一定是天天都是在想办法要让别人也跟我一起嗨。哦，咱基督徒袂讲干那想康想康。用心良苦是咧家己关门起来讲，咱来办宴会就好。咱是爱啊，逐工就咧想讲，我要让别人甲我做伙来欢喜啊。欢喜啥？不是欢喜我设计的，不是高兴我生，是主耶稣认识主耶稣，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更重要的，朋友不再是奴仆，因为耶稣那个时代有那个这个仆人哈，奴仆这种会通买啦。这些关系就差就多，社会关系就差很大了，对不对？但我们现在没有了，现在我们可能是顶多是外籍移工这个问题啊，洽岗请工。但是耶稣他说不再是仆人了，你不是在搞服务的呢，他是朋友。所以刚才回到那个两个人的心思意念是共同交流的，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主耶稣的心思意念里面，主耶稣的心思意念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呢，所以融合起来。但是我们会常常讲说，那有可能吗？敢不可能？那两个主体的人要哪会通心连心结连，种加做一体，较困难的，对吧？刚才有当时要讲啊，参考用就好了。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生命课程就在这里啊。耶稣跟我们应许了，不再是仆人，是朋友，而且藏在我里面。
所以咱的心思依然都爱常常意思就是讲无浪旁，没有间隔啦，没有那个说喘息一下。就像说我们出去走路啊，这么小我喘一下，我休息一下啊，这耍了一个花休5分钟，我休息5分钟再来。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在心灵地图在找，跟耶稣跟得太累，耶稣等一下啊，我现在是做我的事，我现在是专业人士，我在做研究，我在做生意，我先做完，我再来跟你。没有，我们是要想的常常在我里面，咱的心思意念。爱常常伫主的内底嘛，主叫我都生命甲你交连，所以这是约翰福音今天所提到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耶稣讲的是说，正如天父上帝爱他，他爱我们一样。所以正如这是上帝的，无咧讲上帝差派耶稣，所以他比较爱耶稣，然后呢，这个爱的成分就会减低。咱常常讲十个钟头都无病所以做那个妈妈的也常常有遇到苦楚就被孩子会误解说，哎呦你这个疼，你比较疼哥哥姐姐我这个被或者说哥哥姐姐就说你比较疼弟弟妹妹，对，那10个钟头也分袂白别讲灯啦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正如，所以圣经讲的正如就是讲，同款品质保证。无差别的，无差别。31届，不是咱经意不是我们拣选，是他拣选我们的。所以这个关系里头就看上帝通过主耶稣把咱救回来了，咱才白信的人救回来。所以我们跟主耶稣连结的，我们在最终的这个结果是在什么？我们的结果论都在讲，就是在于爱啊。我们基督徒展现出来的结果，不是只是在教会多大间，人数多少是你有没有让人家体会到主耶稣的这种付出分享的爱。所以今天经文里面讲这个，就是人为朋友牺牲自己的生命，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更伟大。杀身成仁，他没有跟你讲是从哪里开始，他只是说你能够真正突然有一天你就觉得要跟朋友牺牲，哇，那真的是了不得这个名主讲的啦，讲人的修行会当到这个替朋友牺牲，无缘无故替牺牲，就讲意思讲我朋友要安怎，我替牺牲，无讲原因是安怎，你是干那讲你就道德良知嘛，你的道德良知修到那边，你最高境界就是这样。但是主耶稣跟你讲说，这个最高境界是因为什么来的？是因为耶稣他看到我们迷失的人，他愿意为我们付出，而且要导引我们回来走这条正路而不是只有靠你自己修行不是靠你自己修行来得到讲哇，我这个道德良知，我会使替人死安尼。你要看是不是修行修到对，修到都嘛修到己。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如何常常在基督里，就是耶稣讲的你说我是不是天天都要替朋友牺牲，是两肋插刀？不是的，是分享、付出、分享。咱就常常在替人想，这上简单来讲，最简单讲的，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多替别人多想一下？所以为什么妈妈比较相对伟大？因为妈妈就无条件付出为孩子牺牲嘛。但是很有趣今天如果这样讲，人家又跟你讲说，那谁哪一个妈妈，她就是抛家弃子，人是有限的啦，人是有限的啦。所以你哪讲没有把妈妈推到最极致，用那个刚才讲的杀身成仁，人家随便说一个就把你堵嘴巴了，对不对？所以咱就回来，要迄个妈妈疼更较完全，就是要回来到耶稣基督的疼，做基础出发就是，这第一名，对不对？因为如何常常在生命当中可以为朋友付出多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操练。所以我们这条路要怎么走得踏实？那边他讲到讲真难问，所有的关系都贯穿在都是贯穿在这个基础上。对，咱来看，我跟同事中间，我跟我的这个厝边头尾，我跟我的邻居左右，我跟我同事，我跟我的同学，我跟我的太太先生，我跟我的教会弟兄姐妹，
都不是这样吗？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课题，所以如何就是一个课题嘛。那我们就回来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做呢？我要朝这个目标来操练吗？那学看嘛。所以遵守主的命令，你要遵守主的命令无？就来操练嘛。所以你的心思意念常常哦，还记哦，常常就是讲无让旁，我要不间断的来让这个心思意念都一直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心思意念当中，让主耶稣来带我走这条。所以心存喜乐，彼此相爱，舍身取爱啦吼。迄个生命，唔是讲叫你太死哦，你的本来的自我，你要把它舍掉，让主耶稣的爱来取代你。心现在想要的，你的想要就开始会想到是多一点别人的想要嘛。我想要讲别人的需要，别人的听，别人的这个欠缺。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人类社会如果欠缺这个，社会就继续大乱，社会就继续乱了，家庭就继续乱了，教会就继续乱了，无有较好。但是呢，感谢主，咱今仔日来这会敬拜主，我们一起敬拜主，而且母亲节，等一下不是只有请妈妈去吃个饭，又来说364天，请你再担待一点啊，我们今天把你买单，聘请这个长期的这个什么这个佣人来帮我们照顾家里我要一天请你就好啊。所以今天就是母亲节，我们去家里团聚特别是先生带小孩子去勤道德绑架，我请你哦，你辛苦你啊。不是，我们不是只有这样不是只有365天当中的一天而已，而是每一天都要所以你来看咱的这个需要，咱受拣选咱是受恩典选召的，我们而且愿意回应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是被分派要去结果子所以圣经这一段后面这一段常常会被人家拿来说你们基督徒求什么就有天父就会赐给你们有求必应没有是前面这个你要照着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去执行之后，后面的这个应许才会配套出来的。所谓配套出来之后，你其实就在你的付出当中，你的分享当中，你的付出分享的人，你的亲情、你的家庭、你的温暖就为啥来嘛？上帝早就已经要通过这边给你啦，你其实慢慢特别求啥，是不是？这都足多拢唔是干会通对金钱买会到的，嘛有可能因为你的家庭的好，你的事业做较好因为你心思意念袂安定，要伫遐咧足烦的你的心思意念就不会烦躁在一些这个琐碎的事情上。所以天父上帝赐给我们早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配套应许，是结合在一起的。另外咱今仔日行这条路，咱有这个感受讲，不是我家己搞不是我比较厉害我选的这个基督教信仰比较好，看起来比较高尚，没有，是因为耶稣的爱临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高兴，教会在这个发起的这个母亲节这样庆祝纪念的这个节庆带到台湾之后呢，也给我们一个机会，所以教会应该要继续的在这个议题上多加的这个实力不要让他们社会人士拿去之后又用他们的方式在经营就是营造这个他们想要的，失去那个核心的价值。所以我每只要有机会，我就会跟我的学生或是同事跟他们讲说，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爱这个爱不是只是在讲妈妈的这个洗衣服缝衣服煮饭，更重要是在那个愿意付出的无条件的付出，这个爱是有这个持续的，而不是埋怨，不是一个重担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当基督徒，我会觉得说，做基督徒是一个重担，是不？没，咱听人分享是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互动的过程当中，你会慢慢发现到，不是一个重担是一个喜乐、值得你继续再走下去的这样的一个付出所以咱在想讲妈妈伟大嘛是这方面嘛，讲这个付出好像我们都总是觉得这个妈妈好像做的，你问她采访她会觉得说很甘甜嘛，对，是这个甘甜从哪里来？就可以从这边，
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这条路程也是这条路程，所以我们在今天一起陪伴，由妈妈这样的爱的付出做一个典范，然后呢，主耶稣当然是最头了然后呢，妈妈还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愿意分享、学习耶稣这样的一个付出，让更多人的生命得到丰盛的这个果实，所以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彼此相爱，这是我们教会复兴的一个很关键的要素。但愿主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奉他的名，我们继续的差派我们去做爱的果实的这样的一个分送者跟这个什么执行者，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福分受警调，真做你的囝儿在这个稳定的听的内底来成长。虽然阮无完全常常会受到环境，也是讲事务心境的影响，致使到阮这个听的执行会失落去。但是主，阮感谢你，无袂记哩阮，也无放杀阮。通过主耶稣，特别是圣神保惠师甲阮三个弟弟，激励阮通过做兄弟，大家三夫妻通互阮继续倒转来这条正直美善的信仰道路来跑走。愿你互阮通过主你的话得到帮助，特别伫这个母亲节纪念的这个时刻，愿主你的神，你的疼，大大充满伫阮在座每一位的母亲的身上，互因的生命真做囝儿的祝福，会通真做这个正人的祝福。阮的祈祷拢是靠主圣主名求，阿门。这些人学了信息184首，请起立来吟全首。
他在，就请子女学来赞美。今日学到的歌词啦，是有你伫的所在。咱接着向老婆主日学，同学系咱老婆节吼。咱我们正来庆祝母亲节啦吼，啊教会也准备一个小小礼物来送给咱每一位在座的妈妈。啊，咱即阵请做妈妈会当来起立者，吼，徛者啊，互咱的三马团契，啊，甲主日学的同学，啊，甲咱的礼物送到咱的所到咱的手的所在。啊，有摕到的时阵，较麻烦咱搁坐下安尼吼。来。来，麻烦送给自己妈妈来。谢谢妈妈，我送给你的啊。谢谢妈妈，谢谢妈妈。请妈妈站起来，好，不要客气。啊，摕到咱就坐下，吼。
每一位妈妈拢有摕着吼。好，这是咱来应答上帝有诶，请咱准备心来奉献，请实现者来实现。上演400首，上演煞，咱请王牧师甲咱祝祷。愿恁通平平安安倒转去，因为主耶稣要甲恁相甲伫地，无论恁拄着什款的境遇，伊要扶持安慰恁。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保惠师会相通，特别甲在座所有的妈妈相甲伫地，也甲阮兄弟姊妹相甲伫地，直接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咧报告大先发先来介绍一个新朋友，伊是劳瑞峰的亲友啦吼，亲友的朋友，伊叫做周卫宏，周卫宏弟兄，咱叫欢迎吼，周弟兄。
美香过一遍了哈，美香我们欢迎你，欢迎你继续来，继续来。其他吼，咱今日是母亲节啦吼，咱祝母亲节伊个吼身心灵都平安平安甲健康。地点咱有需要奉献证明的兄弟，像咱伫后礼拜前会当甲保新主事来加讲吼，来加讨安尼。后礼拜有中聚会，若是对中聚会有啥物对教会有啥物提案，咱会当甲咱的执事来讲吼，咱当一来讲，伫后礼拜咱来提出来讨论。后礼拜是玉山新学院的纪念日，咱为因的学校的事工来代祷甲奉献。好，继续咱来为咱的大祷啦吼，咱请王牧师，吼，咱有几个兄弟，特别为兄弟来代祷安尼。来，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伫早起，互阮兄弟大家三个组织，通过主你的话来得到激励帮赞。也通过早起的敬拜时间，阮也庆祝妈妈的即个节日。愿主你祝福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上，也祝福伫妈妈的身上。互阮伫生命信仰道路跑走，会通哪来哪坚定，甚至哪会通向主来牵调，互阮跑走即条路，对你遐所领受到的，会通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主，阮也为着教会事工中央教会伫即个事工的发展，愿主你眷顾保守阮。互阮通有主你的智慧、甲勇气、甲信心，伫即个社区来高举十字架，主你的救恩。互阮四周的人会通因为阮所行所做，彼此相听，会通互伊认出阮是耶稣基督你的学生，也愿意来领受即个福分。主，阮也为着阮教会几位兄弟因身体欠咱来代祷。愿主你的手来扶持因带，顾守因的心灵，会通平安。特别，阮也为着陈宝柳即个姊妹，伊住院中，愿主你甲伊三个弟弟，顾守伊伫疗养的期间，会通得到主你的即个扶持带领。阮为着阮的彩云姐的日常生活，甲伊家庭即个亲人的照顾。拢会通继续来得到主你即快乐的支持，也阮的兄弟会平常时的关怀，会通继续来对阮的姊妹即个付出关心甲支持。我也为着即个老凤珠姊妹伊手术后恢复，愿主你加添快乐，有通互伊伫即个疗养恢复的过程中间。会通充满主你平安喜乐，会通互伊来面对即个福建的生活，通继续来跑走伊头前的路站。愿主你继续眷顾阮其他的兄弟的心灵、身体的需要，通扶持、安慰、照顾、带领。阮即间教会是主你奉主你名所设立的，阮所做一切事工，也愿主你坚固、扶持、带领。互阮通真正做一个真忠真直，助你通称赞学道好过尽忠的奴仆。阮的祈祷靠主圣主名求，阿门。咱之前咱来灭岛避讳煞，咱来做平安礼，咱确定有小组的分享，咱搁继续咱小组的分享老婆来参加这样。
其实咱来行平安礼，咱伫11点25才开始咱的小组分享。